嗯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这里的夜景还真不错，早知道以前来天台刚刚好。谁让你来这儿的？出去！我正儿八经交了房租的，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你愿意待着就待着，不要发出声音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声一点。吃龙虾就得做嘛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尝不了吃亏，尝不了上当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那气，小龙虾的美味都不懂得欣赏。你播这么久，就这么点肉，不嫌麻烦啊？这很简单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嗯。真是少爷手指头，剥个虾都能剥得这么僵硬。拿，这不就剥好了吗？吃。也不是很难嘛。嗯。怎么了？播的不对啊？没有，播的挺好的，只是我很久没吃到别人给我剥的虾了，有点不习惯。